一個香港，一個一體化嘅鐵路網絡。香港未來嘅鐵路服務將更有效率、更方便舒適、更完善快捷。地鐵同九鐵合併後，八達通車費即時調減，而日後新嘅單程車票可通行全港。一個路線圖，一個列車資訊顯示屏，一個網站，一個鐵路熱線號碼，乘客嘅鐵路旅程將更方便。3個轉線車站部分閘機會被拆走，令乘客轉線可以更暢通無阻。車站將有更多空間開設商鋪，讓你盡情享受購物嘅樂趣。一體化嘅鐵路系統，確保未來鐵路嘅規劃、發展以及網絡聯繫更理想、更完善。鐵路係香港繼續繁榮成功嘅一個重大元素。未來鐵路網絡將二合為一，提供完善、方便嘅鐵路服務。一個香港，一個一體化嘅鐵路網絡，一條最卓越嘅世界級鐵路。